台铁并客线因为受到风灾损长爱修理，明年的1月底进前是拢停驶，所以宣布自这起休困日要伫咧10分，并客甲青铜试办互民众伫咧铁基路会当放天灯。不过走入去铁基路是违法的，即马就立委化工要修法，争取并客会当伫咧铁基路放天灯。 用毛笔甲愿望写伫天顶顶悬，看伊慢慢称悬，祈求愿望会成。那是新北滨溪地区在地特色，也吸引真侪外国游客来体验。日本とやっぱり雰囲気も違って、特別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。YouTube とかですごく見てたので、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まず今日来てて、実際に来てやっぱ。 ランタンって日本であげることはないので、すごく感動しました。不过，依照铁路法第57条规定，其实人甲车袂使入去铁基路的范围。今年8月，早有 YouTuber 发回息的影片，讲规家伙去放天灯去互人检举，一家伙4个人罚款4万。即马台铁公司表示，规定有希望放零，这样子对整条街的观光会非常有帮助。这种支线都速度很慢啊，尽量是人车。 游客哦，可以，大家都可以用啊。台铁平溪线因为日前豪雨灾情的关系，到明年1月底前是全区间停驶的状态。不过呢，台铁示范要在平溪、十分以及青铜地区限时限区开放，民众可以在铁轨上释放天灯。 试办头一天早起，游客陆续出现，3个车站有范围限制，期间是为11月29至明年1月初4的拜六，也加1月初1、初2元旦假期，时间是开放早起8点到下晡8点为止。那在地店主也有观光业者甲立委，拢化工希望变相时也会当安尼做。都有生意做，有生活的方式。 啊，都有钱赚，那这个东西才可以长久下去，然后才会变成台湾的一个特色。一直以来，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违法的，那过去大概也都是一个默许的一个状态啦。修法之后是授权这个营运的单位，也就是台铁公司，它可以订定一些安全的规范，好来在特定的区域再合法的放天灯啊，这是我们后续要再继续努力的。 台铁公司嘛提醒，若是有抢修工程的必要，也甲安全考虑，现场会暂停放天灯，无开放的时间范围也必须以铁路法来办理。公益新闻采访报道。